昨日暗時，有人佇咧台南車頭起冤家，警方來到現場，竟然發現到有未成年的囡仔，遂通報社會局。警方表示講，這是一家伙仔死的人對家己來到這，無坐到尾班車，按算佇咧車頭扣一案，想袂到含這家友起冤家，加在是無人着傷。初二暗時11點外，台南火車頭前一個燙髮剃查甫人，甲穿烏衫的查某人，一句來一句去，唔知啥原因，讓甲大細聲。因為火車頭遮定拄會有家友，民眾3更半暝聽到嘛，當作是家友的救援。不過個看到有囡仔擋佇咧中，驚發生危險，也趕緊報警。有民眾講，下班經過就有看到這個囡仔，甲穿烏衫的查某人，敢若是一家伙仔。遐的家友差不多攏是老大人，較濟可能60歲以上的。第一擺看到就是佫有帶囡仔，而且迄囡仔更。是普通的幼兒啊，佫是差不多看開10幾歲，還是13、14歲，迄個年紀，啊邊仔佫有一個細漢囡仔，所以第一擺看到規家伙仔攏出來，我感覺講這個怪怪。警方趕到現場，看到這麼晚，佫有未成年的囡仔佇外口，也隨通報社會局。警方表示，這一家口仔唔是家友，因對家己來台南做工課，因為無坐到尾班車，老爸老母為着省錢，都按算帶囡仔佇火車頭佔車度一暝，無想到甲家友發生衝突，雙方發生推擠、口角衝突。經家屬檢查，大兒子身體無明顯傷勢，故不願提出告訴。社會局獲報後，立即由社工協助，安排該民眾一家4人入住於本市旅館，來確保兒少的安全無虞。社會局表示，這家伙仔因為生活無好過，爸母才遐晚，也閣帶囡仔佇外口，已經聯絡家屬甲人接轉去。不過警方也提醒，未成年的囡仔袂使3更半暝，也閣佇外口亂騷。民眾若有特殊原因，會當拜託社福單位鬥3工。記者李勝武、柯家如、柯兆勇、台南採訪報道。